坛艺术的窗口，评坛之音的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明年明头来上山买房，追不起山房，兄弟朋友大家好。上一期的名人名段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施彬。我想观众朋友一定会猜了，这一期会不会介绍吴静呢？没错，你猜对了哈。我们这期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苏州评弹团的著名演员，在我们广电总台5套名声在线节目当中客串小苏州的吴静，也是人称评弹界的女才子。我来讲对题也不错啊。后头呢，我跟你同事很多年数，本来让苏州评弹都一大个，对你相当不理解。那么你相当有特点。你非得能说能唱能演能弹，那各位能说啊，你才是名才可以在哪里？欢迎你吴静，欢迎。欢迎你好，你好，我来苏州朋友大家好。那么后头个老师呢，是苏州评弹头相当有名的著名男演员王三丹。那么这个王三丹老师啊有2大特点，一个呢对艺术非常的执着，没错。非常热爱评弹事业，哪怕退休之后很多年数对评弹还是相当的关心。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对学生子啊要求相当的高，而且你还不把那个自家的经验、自家的艺术倾囊相授，现在应该蛮有体会了吧？的确，而且我的先生王三丹呢，我是非常感激的个，因为先生对我相当严格。当时跟书的辰光呢，我会不大理解这个，老师哪很啥个严格，也就他一高头子，我就觉得是搿辰光读书是啥个不是。这个本来一段辰光先背，现在是二七一套是吧？少进二七一套呢？二七一套嘛，今朝搿个一回书2个钟头的书，你到背出来，文章就对说出来。所以搿个一阶段的确是蛮苦的，但不过我的确是随遇而天的了。正所谓是严师出高徒啊，真的。来是严你干，对我上次也就也干，只是对我上次帮助是越大的。对，当时呢不觉得的，但现在有体会了。现在深有体会啊。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吴静和他的老师合作的《飞龙愁》当中的一段唱，叫《母女分别》。儿啊，母亲，我的娇儿啊，娘啊，泪意朦胧，爱心上，欲去难移。红豆沙，飞于天，乃是去伴我儿，一路平安幸福家。都绿
那么平台上呢，女演员呢同别个并不是很多，那么年轻的女演员是更加少的，所以后人呢是相当的不简单。可贵。那么据我晓得呢，你上过2部上片台词，一部呢是《王府情缘》，还一部是《赛金花》。那么据大家的反映呢，相对来讲，《赛金花》呢更体现后人的来的笔法。那么是讲吧，还是请后人自家来搭讲。当初辰光从事写作是非常良善，因为当辰光艺术会分呢在成熟，那么随时一看新书目来吸引观众了。那么赛金花呢难度大着，因为礼服是雅书，历史上的确有这样一个人格，而且对你是百变不一个啦。但不过我觉得你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是非常值得我来尝试一下的，而且女演员啦所在这个角色浪向发挥的余地还蛮大的啦。我平当合作的苏斌呢，的确你辣艺术浪向你还欢喜尝试一些新的事情，所以呢你一旦动脑筋弄个部赛金花，还吃到不再口头。这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赛金花的选段哈。好，请欣赏他和施斌合作的赛金花选段《救驾》。西太狗血辰光，王爷的威风不值得是小人物。好得一个人浑身发抖，你看外国人这种腔调表示得很我出气，我还出气个，水里面洋腔了很个，洋腔一下要娘保养，随便拿不出去。You stand up, come here. 今朝随便拿不出去。Come on. 不出去。Come on. 林总不出去。我的孩子多你懂得不懂？根本没啥客气。谢队长啪把水一来，手一个士兵啪想举起来嘛，想去顶楼西台。谢队长把着喉咙的拉开。1 2谁那个天军一发之际，不必撒撇个喉咙哇啦一声 ，No stop what are you doing？ 这个声音。望真子个小队长耳朵里向指进去，抽到身浪，上到飞浪，一个叶子里个条臂膊抽到你开动飞机个啥子雷浪，烫一代么？这人不是不人，谁是风华时代名声精神的赛金花？这个女人实干标志这个态度茫然两样子，像不必各有各追个来子，哎呀，不对不必忙2块肉往上头来让抬上去。
You can speak English? Yes, only a little. Oh. She is...看你这条马针，马车里向指进去嘛。戴金虎这个一双天眼睛接头，椅子里这里这个方向望着马车里，来让翻过来。他意思觉啊，眼睛的那个女人不知啥个来的呀。我真正的身份是慈禧是他人，爱上今朝来了外国人们的出色花的，不让我搿只苦浪的。所以眼睛接头盯了这里让看不得这个人，要让发对呀。看见在车子里少个人，吃准，那反是他的。虽然不闲话，我广场上的意思我在东北晓得。那么呢，为知道请刚才为知黎明发声，我当初也觉得他也不能落了外国人手里。She is my grandmother. 她是我的奶奶。Oh, she's your grandmother? Yes. Okay, Miss For no problem. 你到两高的距离，过了距离，大派的李玲一句也没听懂。你是要那个半边了，让干面的呀，这半边的三套给为了眼睛都。哎呦，你瞧，这女人，哎呦，这女人哪儿来的呀？不知道啊，还会说洋文呢。那就是，你瞧那洋人生德行。哎呦，看啊，真不是玩意儿，可不是啊！要看见女人就色眯眯。你听，他还在说呢。Miss Four, no problem. Bye bye. 李丽英不也听不懂个句里懂个。拜拜，就是这位咱们女子生落来这，一看那个女子在自家给面上让沾水，还下水，跟子里头马上城门口，出去没经过大概给到城门口，回过身来，先洗把水挥挥。Thank you very much， 拜拜。拜拜。这个女人傻等洋人，傻气要拒我，让我问问情况。一上吩咐归在李一林努力海的不必么。他眼睛接头盯了自己浪口，虽然身上像这个粗布衣裳，但是这个女子气质高贵，非比寻常。你叫什么名字啊？这些好聪明人，晓得个你不肯白露身份，那么我告诉讲眼，这当然不晓得。姑娘，老太太，坐到我身边了。我那是也还啥子？我手带你身部边去，想想已经就那动过内会，内追那个洋会的，我追我个大毛钱分担两边，那现在他不能追完，不是法，大车子那里不必身体受定。北魏本想的李屈州路自家他一个把子请出来，那是那想给他为受得来的啦，胖实那个立起来，跳车子不上谁关系啊？原来是太后老佛爷，奴婢不知，还望老佛爷恕罪。蒙老佛爷厚爱，要带奴婢同行，奴婢心中感激不尽。啊啦，晓得我是他有忙那感恩不尽。不过逃难之时，我与父母都失散了。当时说好的，一旦是在城外五里亭相见。现如今奴婢一心要找寻父母，如果跟随老佛爷，就不能尽孝了。自古忠孝难以两全，还望老佛爷就成全了奴婢的一片孝心吧。是啊，我们这个对子得多了黑，讲不难听，我随是西他用那外国外的，我真是对大包天，可是没啥客气。慈禧咱面孔砰一杯不出来，眼手一挥，啪啦抽出来两个滋味，书筒里向啪啪拔出来，皮水莽子里对劲浪向，砰一个。啊，老佛爷，您这是干什么？不肯随哀家同行，你已经知道哀家的身份，留你必是祸根。看来这儿就是你的葬身之地啦。北魏本相的，你面孔是非。阿夏，求不了他费力走进去风月。
的家言，生死内预定，说不有缘，命杀身，顷刻之间，我也必有闻。是死是活，自个看着办吧。口口哎句，今日可大起去不用的。哎，干出这一点，我为了某的少。你的命何必放在举你身，我何苦与娘姨来抢的定，只为当你气门是你推把他之门，定是一的恩，我记在心，为报答你的大恩去你是赛金花，我就是赛金花，赛金花就是你，求老佛爷开恩。那么到底呢？下趟说给大家听。
平台呢也传承，跟也发展。那么这个是欣赏的需要，观众的需要，还是平台发展的需要？没错。所以呢，这个一点浪向呢，所有平台都是大胆启用声音。你像后人的历史上片写过还几部，但中片呢就从来没写过。所以呢，第三家中国平台艺术这浪向呢，是用后人写是一部反映现代人生活的中片，叫《风雨黄昏》。然后还几次个大奖评比当中呢，才获得了哈人赛和来谈谈，即将做第首课啦。中片呢，那这两年也晓得个啊，中片呢就是讲再能够出人。我当辰光创作搿只中片是因为新闻里向个人手。在桂花公园里蓝盈莹黄昏里。桂花公园。那么我就觉得辣蓝盈莹黄昏里搿个问题浪向，可以是一种切入点是辣海搿个家庭伦理方面，关于遗产的丰富啊、子女的懈怠之类的。还有一个因素呢，我觉得里向可以就是讲我尝试一些新的角色。比方讲，我想我会得去演一个流氓。我也听得不得了。为之印象搿个些流氓呢，我单位去派了个旗袍室。就是去观察。所谓那个种旗袍室呢，我去看搿种东北哪样子的。就是那种结构相宜，讲闲话眼睛还是小的，是吧？麻将包个腔调种碎碎了上的。那么我什么也我分我。搿个不来。搿只中片都讲再成功，就是讲好像那搿个儿女子，儿女子那这个蛮厉害的啦。好，那就一起来欣赏吴静在《风雨黄昏》第一回当中的选段。里向讲伊拉身体头顶讲讲为是娱乐比赛，来的跟我来谈来拍成这个比戏。太太讲讲，好好有心脏病的呀，这吃得的娃娃这怎么拿弄翻你？来口比少强烈了。这两高的检查者，俺晓得做人家干苗的，你都拿不看都是老辈子现在想结婚都不得了了还呀，那么做小辈的嘛。呀，这还太严了。阿丽家，那个是同事去做结婚，同意是来讲，到地方子才送本外头人，你别说来当是一大空哇。这地上呢，刚刚老辈子不是讲的嘛，正好一个儿子阿龙改动地不偷了这个两个，怎么说的？要叫老辈子啊，谁拿的财产分不你，这个名堂叫谁下谁为强。奇怪，这样同地的意思。老的是要结婚，娘的去结，偏讲你去谈3-2日，那不去谈仔细讨厌，跟你不搭高。对呀，办法但是个办法，这分么拿分啥呢？光光余量的想上去不会都怪。那么再这个套房子，泡泡也10个呀，不记得规则的房子毛的洗在你屋里啊？来讲，那么闲话讲了问题啊，我屋里啊还是个，我本来房子晓得了一点点，再弄一点来不搞进来，我女朋友会跟进门啦。你都两高头要成就啊！房子财务税不能够买的，娘你都来了谁死了？但是这个规则，老辈子答应够好，房子够到你的名下了，到辰光老辈子死脱房子就不是一个噻，所以500人还来抢走啊！佛天，那家伙我这个西的以为你哪能个聪明的呢？一个办法这个你想得出来，我是好家伙，哪这个聪明？我不知道你对方的狼噻哦。你把这个出来了，刚才我猜到不了的。但是不样没啥，眼睛问题呢，够好改啥人的名字嘛？老弟只肯答应。你看东本特的，总归听我的名字我是了，我是儿子，你都是侬的女婿，总归儿子了晓得过。讲讲改哪个名字？难不你想起来，刚刚那个老弟是为了让趴在趴的。我个啥人不晓得你外头头名早起得了，这个路都改哪个名字？老弟是夜里向困得那个。那么那啥意思呢？啥意思呢？跟抓下个名字，农里向欢喜改小人的名字嘛，这些老弟子会跟第一个对。哦哟，山东不像人，多吃自家人。弄得我就我少么少，难道我南可为的进公司的？哎呀，你别激动呢。虽然跟抓下个名字，但是房子马桶是同地中国大家一步，你也不去上班。大家一步啊？哥们。对平台当初不干，我不相信的。来讲，你在如果潇洒出去帮我来笑啊？笑，你们都会在考虑费。是啊，现在要团结，一起考虑团结的力量。先是内助啊，一致对我。不懂，可以。等你都来干是你来，对不对？像教父这个，但你那日本人订婚白吃的。
这几位该乃是一位北门腔，人高讲江湖带是不得的，你是甘肃带的内下腔，我高带的是500啊，一对得来488。啥人当然给他杀个头名自刚呢？我想吴静之所以这样的一种演出的特点哈，当然他是除了他善于观察生活哈，积累生活，那还有一点呢，就是他比较善于能够博采众长，吸收他人的优点来丰富自己的积累啊，然后呢应用到演出当中去。吴静是这样的吗？我蛮欢喜的不同的场所来合作的，可以吸收到散么事情。那么我在上开始来时还合作过这个文哲明，那么辣浪唱个浪向我学到散么事。因为诗是我的强项，但不过相比较之我的唱呢，就说起我的诗，所以在上开始来是一代合作呢，我是辣浪身边的是 CD 浪向我吸收一道散么事。那我这些两啊，做到位于下这个部分啊。能八卦模型我排练中篇来源也得这个徐卫星啊。这是蛮结棍，我唱我先生的电台，唱3飞的。哦，真的？我最唱3飞的，大概最有例子。哎，妹妹这个，我比较欢喜，敢于去尝试一下，不要受到束缚，样样得一位。对。这样就输入就比较宽了。对。好，那么今朝非常的难得，那么所以呢，我来请大家看一档节目还是非常的难得的，是后人到上海平台头的各部分一档合作的，一只开口腔，我做张三郎。风行。黑月珠那张三郎都住了个书房里，没得事情把公文批。在听着历历音声，去谁外头是哪一个啊？你的奴的声音竟听不出来么？奴家这里是来烦你呀！哎呦喂，奴家必是女康，不是妹妹就是阿家，阿骨头。那的花心刚正张三郎，定如是越快西机把手工领。这是天为民，地为天，一不相为与巧气，你是哪一个想好的斗阿气？
真先郎觉得我心里发痒，嘿嘿，来了来了。张先郎忙把门开放，呼嘎嘟。哎，怎么有点汗毛淋淋的嘛？一人迎风对君迎。妈妈，你没得人啊！哼，肯定是哪个小仙子、小狮子跟我搞七搞八的，心开心。哎，还是去困觉。张仙郎忙把门关上。为生恍惚在梦里，洗一口滴家家的美家鸡。你是哪一个啊？出家去把此生去，长几天也没把谁浪意，你那口气的地上我们两对鸡。嗨，不是别人，原来是我的老姘头来了。这个样子说起来，你就是那个银婆星。你真为到这里，你被宋江杀死已经命归家哎，话不能这么讲的哦。想当初你看你定有，后必进战把文武定。上也自动，你真心可对
是的，我与青青对天立门，生动楼上四野公文。马大明啊！此刻谁来问风雨？哎呦喂，都忘记哎！我是上有老来下有小，当中还有嘎嘎鸟鸟美娇妻们啊个人啦，哎，都啊都比什么事？到那个期待。吓死人了！吉他问声西红柿雪淋淋他们是么英文绵绵为地风指定飞君名为地并不离身但是好了，时间过得真快哈，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再次感谢吴静到我们电视来做客，谢谢您，谢谢，也欢迎您常来常往哈。这是肯定也来的，因为平台呢是我最热爱的一门艺术，我能够遇见这样一日，侪是平台所赋予我的。所以不管我拉从事哪里一个行当，平台这个时代我是永远不会得离开的。讲得真好，没错。大家好，那么好，大家观众朋友的收看，那么今朝的名人名段大概一段落。下一期的名人名段呢，向大家欣赏的是张天生台视艺术欣赏。好，观众朋友，下一期再会。再见，再会。